来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后一波可能会事件 X 疾病，秘书长谭德赛是表示讲 ，X 疾病事件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唔是几率。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是认为流感病毒、冠状病毒、佮伊波拉病毒，嘛拢可能是带来会事件的病毒，所以拢爱特别注意。新冠疫情大流行的3年多期间，造成全世界几多百万人死亡。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。为了要避免再发生同款的情形，世界卫生组织下一场未知而且可能引起大规模感染的病原体，叫做 X 疾病。秘书长谭德赛更加讲 ，X 疾病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唔是几率的问题。The first that came was in the disease X is COVID, so we have experience now. And we are preparing based on that experience. A lot of assessment has been done by independent panels and experts. 谭德赛不管，就算有新冠病毒惨痛的经验，世界各国伫咧检测或者是疫苗生产能力等问题，也是无为新的大流行做好准备。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对过去流行的经验分析，认为流感病毒、冠状病毒抑个伊波拉病毒，拢有可能是后一波流行的后山病毒，特别需要侦测甲防范。万一发生了这个对人类具有高威胁性、高致命性突变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从动物传人之后，引发人传人的这个流行，甚至到大流行。那通常那个致死率都高达到2-3成以上。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家，按算伫咧5月时阵达成大流行病的协议，希望各国会当及时同步分享病毒加疫情、药物、疫苗检测等研发的资讯。罗一军表示，目前所掌握的进度是各会员国家正伫咧审阅公约的内容，加提供意见。不过因为牵涉到各国的安全战略考虑，也个科学界、产业界研发成本等问题，所以5月份是毋是法度达成共识，也个是一个问题。疾管署会继续透过管道掌握公约的内容，尽力来配合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